Drinking Gordon 帶你去中國大陸 No.1 酒吧廣州廟前冰室。呢間喺廣州潮人勝地東山口嘅 Speakeasy 一直都大玩廣式風味 cocktail， 因為佢特別嘅體驗同 cocktail， 連續多年位居 Asia's 50 Best Bars 大陸地區第一名，2025年仲榮登亞洲第7名，可見真係唔簡單。佢哋呢期同李錦記合作嘅 menu 更加係令我大開眼界啊！原來中式醬料玩落酒可以咁好飲。呢杯超級大吉利 Super Daiquiri， 除咗隻杯夠晒特別，最特別係落咗李錦記泰式檸檬椰香汁，飲落除咗有一般 Daiquiri 嘅酸甜，仲多咗陣椰香辣味，飲完好似去咗泰國咁。呢杯望落超分歧嘅叫豆豉仁苦瓜 DPD， 用李錦記蒜蓉豆豉醬加上 Gin Sherry 同苦瓜，上面配上水晶葡萄，聽完都覺得奇怪啊！但其實飲落大苦瓜嘅清甜，少少胡媽咪，少少花香，太甜但係幾有記憶點。當然講開李錦記，一定唔可以漏咗佢哋嘅蠔油。呢杯泥梅 and 李子 P&P 係用李錦記舊裝蠔油，加上泥梅威士忌、南非博士茶、Ice White 桂花同梨做嘅 Whisky Sour， 飲落好多層次，但又做得好融和。蠔油做到吊味嘅效果，犀利。呢度最近仲開咗個2樓新區域，以 classic 為主，另外仲會每1到2個禮拜推出一個新 menu。我自己就好中意呢個 area， 嗌咗杯 Aviation， 仲有杯 Matcha Gin Fizz 都好好飲啊！又想再去啦〜